講下下個星期黃金點樣睇？最近市場其實有兩種極端嘅講法，有人話黃金會暴跌，亦有人話會出現大突破。但我自己個人認為兩種情形短期出現嘅機率都唔算太高。首先睇下最近嘅行情，黃金2個星期前最高位大約喺5419美元，到咗啱啱禮拜五收市，大約係5018蚊美元，其實已經回調咗整整超過400蚊美元。如果再出現一次200-300蚊美元嘅急跌嘅話，直接會落到4700附近。短期嚟講，邏輯上唔算太合理，因為市場通常唔會連續出現極端波動。再睇技術層面，近期周線連續2支收咗陰燭，短期空頭嘅力量確實係比較強，而且上個禮拜跌穿咗均線之後未能快速回補，所以5000關口有機會被反覆測試。但如果真係咁唔好彩跌穿下邊嘅空間，都未必會太大。對於中長線嘅投資者嚟講，如果價格接近5000蚊甚至更低，其實對於佢哋嚟講已經開始係出現咗一定嘅吸引力。但對於短線嘅交易者嚟講，目前市場同時受到美元同石油嘅影響，呢啲宏觀嘅因素影響，短期波動可能仍然會比較大。所以喺策略上可能更適合控制倉位，多觀察而唔係急於操作。另外，市場亦會關注美聯儲嘅政策，特別係未來減息嘅預期。目前市場普遍預計短期減息嘅機會其實唔算太高，但如果未來經濟數據開始轉弱，導致美聯儲開始釋放放鴿嘅信號，對黃金通常都會形成咗支持。總括嚟講，短期市場可能會繼續震盪，5000蚊附近其實係一個重要嘅區間，未必會出現極端嘅暴跌，但短線嘅波動仍然需要留意。所以過去我都一直提醒聽眾，對投資者嚟講，節奏同風險管理永遠都比預期更加重要。如果你都想深入掌握每日資金部署嘅邏輯，歡迎加入我嘅 Patreon，我哋一齊穩步上揚。